圣诗第55首，着听天使对吟讲，规阳光伫新生王，地上甲地上和平人受恩，上帝做人搁亲近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地金光，为阳光的新前往，地上和平人受恩，上帝做人搁亲近，世间大国着分天，参加天君来欢喜。到生命，基督教生命的理念，天地在的因果，为阳光的新前往，只愿天地所好善，永远无变的主宰。后来看。大美好的做出路的行同西，天比讲热心的家，甘愿发生这良体，爱个人共听见，咱的主伊嘛瑞丽。为阳光的新前往，乐平安的君王，一心正义叫尊重，公平我命伊所属，平安伊的伊拢有，放在阳光真强的。春是好人无个性，春是个性正行人，春是好人变好心，永远比赛的阴光，为阳光的新前往。咱犹原徛伫。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，请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地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。上天，他坐伫全能的地上帝大平，伊要对遐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共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，请坐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感谢天父上帝，你赏赐独生爱子、圣子耶稣，予世间人，因为耶稣，阮会当来亲近你，唱歌、学乐，
你的名，得到主你的救恩、平安甲永万。圣神保惠师帮助阮，若是得罪神，也是人的，会当悔改认罪，诚心学习来敬畏神，甲人和好，嘛学习来同担交托互主，也恳求主用你家己的话语来坚固阮，过主所欢喜平安的生活。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要来奉献，今仔有2个奉献的时间，一个是圣诞主日的奉献，一个是圣餐的奉献。周报内底有2个奉献录啊，咱这是要来圣诞的奉献，圣诞主日的奉献，请这书。感谢阿爸爸上帝，主耶稣，你赏赐平安、安慰、医治、恩典满满，但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兄弟姊妹有奉献蒙福的气力，阮用诚实的心来奉献，求主祝福你的百姓。安尼感恩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消息报告，本会消息。第一小点，本主日为2022年救主耶稣基督圣诞的主日，再是有两场礼拜举办圣诞赞美礼拜。第三场华语的礼拜嘛照常来举行。会后要赠送来参加的一份圣诞礼物。本会敬祝全体兄弟圣诞快乐，新年蒙福。第二小点，本主日举行2022年第6摆圣餐礼拜，敬请全体会当陪餐的会员一做伙来共守圣餐，同沐主恩。第三小点，小的公告：保定顶礼拜12月11日。洗礼名单萧超然，要取消洗礼名单黄冠伦、吴玉石、欧美凤。另外，但第二场礼拜要举行洗礼式的名单，承行洗礼赵东宏、建信礼谢依玲、林文玲、刘子璇、邱珍、林慧仪、欧阳品、郭云云。小李洗礼、邱淑、吴道恩、欧阳珊珊、
五彩村。第四小点，本会正向2023年油厂教会月历，敬请兄弟每一个家庭一份办公室来签名来领取。第五小点，本主日早时8点到12点，伫1楼广场有举办圣诞节跳蚤市场，欢迎兄弟来参加这个活动，会当购买。这活动的募款的金额全数要归档宣告基金。第六小点，清风敬拜中心的消息。第一小点，对明年主日礼拜调整早时10点，甲舞动同步来进行，敬请大家来注意配合。第二小点，特别呼召愿意参加清风敬拜中心的开拓，甲礼拜一年的中职，也是兄弟，你会当的话来年底之前来办公室来报名来登记，以便来组织安排。第七小点，下周主日就是明年的正月1号下晡3点半要召开中职会，地点伫主堂，敬请全体中职出席单位首长甲同工来列席。第八小点，2023年每日现金4期来开始定岗，费用400块一本一年的，520块是大字本。请等1月1号前来配分干事来购买，并且来缴费，会当请小组长来协助定岗。第九小点，本会2022年度逐项的奉献到今仔截止，到今仔截止，若要索取2022年奉献的证明的兄弟姊妹，敬请你爱注意来配合，到今仔截止。第10小点，本会定伫明年1月5号拜四暗时8点召开2022年预算会议，敬请建校牧师、海平长老、义竹长老、明清长老、海良执事、宝林长老来参与。第11小点，本会定伫1月8号甲15号有2个时间，早时9点20甲中昼11点20，有2礼拜伫教会办公室举行2022年财务的检查，检察员是袁天惠林永仁，敬请各单位的财务人员来配合送检。第二大点，具体消息。第一小点，合作社消息，敬请社员伫12月27号之前来完成12月份股金的存款甲还贷款，要年终的结算。第二小点，社员大会定伫2012年1月15日下晡2点半，教会主堂要召开，下晡1点半开始，副堂来报道，请社员会当踊跃出席参加。第二小点，学青牧区的消息，定伫12月30日拜六早时10点，要举办跨年礼拜，地点嘛伫主堂。迄天有中昼堂，要统计人数，欢迎兄弟姊妹，你也愿意来参加。但今仔主日之前来办公室来报名参加。第三小点，社青牧区的消息，有关是伫12月31号拜六暗时6点半到9点半举办敬拜之夜，主题望，地点伫油厂敬拜中心，欢迎爱兄弟姊妹踊跃参加。第四小点，上年牧区的消息，伫2023年到明年后开始，逐个月第一礼拜拜二，早时9点到11点，伫副堂甲真爱林幸福学堂合办的快乐银法族生活讲座，
会后有为中昼顿，敬请相年的兄弟甲社区的朋友，拢会当来报名参加。教界消息，咱请潘牧师。家己伫基督院定伫2023年1月25到25举办新春的特会，讲师是龙萨卡牧师、田朴林牧师、陈公道牧师甲陈思国传道。会员是2500，欢迎兄弟来报名参加。以上。接续圣经主神的话语记载在路加福音书第2章第6节到20节。白话字第63页，台语汉语本第65页，和本第78页。路加福音书第2章第6节到20页20节。主的话语安尼讲，伫因遐个时，生产的期到，就生头生囝，用布包伊，互伊困伫泽里。因为客馆无所在通容阮因。第8节，迄个所在有各样的住伫山里，眠是手机，顾因的羊群。主的天使瓦克。主的天使徛伫伊的身边，主的阳光为伊照因，各样的大惊。天使甲因讲，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恁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主基督。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泽里，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。忽然有济天兵甲遐天使三甲伫咧讹闹，上帝讲14节，踮极悬为伫极悬会为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。伫伊所欢喜的人中间，这个天使离开因，上天的时，各样的三角讲，当咱来去伯利恒行，看所正的事，就是主报咱知的。第16节，就紧紧去找着玛利亚甲约瑟，佮看见婴仔困伫泽里，看了就像天使所对因讲，即个囡仔的事报人知，听见的人拢奇怪，各样的所对因讲的事。独独玛利亚将这个话记条条，心内常常在想20节，各样的倒去，为着所听见、所看见的，就是天使对因讲的，来归阳光讹闹上帝。赞美咱请教会圣歌队。在
讲道的主题是有温度的圣诞节，请潘牧师。各位兄弟平安。即款天气，伊都是爱食烧的，敢毋是？若是咖啡，敢有人要啉冰的咖啡；啉豆奶，敢有人要啉冰的豆奶，对无？大家拢嘛是爱食烧的。啊，所以有一届我去到一个美国一个足寒的城市，啊，然后吼，奇怪因食的物件，咱讲安尼，毋都是生菜沙拉，啊无就是安尼三明治。我讲哇，即款天气，咱来煮一下火锅来食，毋知偌好诶。我你煮看卖啊，我煮好以后放去桌顶，我结冰去。我讲你若搁继续要食即个烧的吼，哇，迄足了钱的啊！凊彩食就好啊。哇！但是咱这台湾的去的吼，若无食一顿饭无啉着烧的物件，感觉真艰苦安尼啦。哦，想讲啊，泡茶来啉，叫无偌久，茶嘛变冰的茶，咖啡嘛是冰的。哦，因为不低意都爱食这啊，所以吼，就是讲你若是要维持即个火锅，还是要维持即个热度，你就是爱不断地放伫个即个加水下面，还是讲咱讲迄小家伙无，一直甲烧，你还要食烧汤。哦，但是咧食烧的时阵，伊嘛足紧张的，讲紧食较紧的。为啥无食较紧的？伊都马上吼顶面就浮迄个冰角起来吼。哦，食较紧的，啊一直拉。哦，看因咧拉的时阵就无食欲，知无？啊，所以讲吼。一个基督徒吼，本来就是有温度。耶稣基督降生，就是要将这个温度、温暖的温度来享受互所有的兄弟姊妹。这基督徒伫英国吼，这基督徒吼，足久无去聚会，吼啊，然后吼，伊无说甲探访，啊，结果又讲，无说我就想无，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聚会呢？我伫厝里有祈祷，有唱圣诗，啊，然后我嘛有即个看 Good TV， 啊，我嘛是有即个。家己嘛有甲兄弟 RPG， 啊吼，然后我嘛有烈火读经，为什么就一定爱去教会？然后吼，因坐伫火炉头前的时阵吼，无说落看到这个火炉吼，无天查入去的时阵，这个火炉就渐啊，就火起来，你知道？啊讲吼，但是基督徒嘛，若无组织做伙的时阵，就是无温度嘛，对无？但是咱伫厝里看 Good TV 的时阵，迄敢是你教会代志，迄敢是你周围的代志。迄是美国的迄是美国的代志，甲咱离足远啊；迄是英国的代志，甲咱离足远啊。虽然迄有足好的节目，遐有足好的知识，遐个解经嘛足好的，总是咱若是会当有温度，就是安怎兄弟姊妹爱彼此来团结，爱来小组当中，爱来教会当中，然后伫做聚会时阵，哦来聚会，我才感觉讲吼，来教会聚会，做伙聚会敬拜上帝，是即个基督徒伫属灵当中真水的代志。哦，所以做伙做礼拜偌好，你好，你敢知？做伙做礼拜偌好，你敢知？哦，有时若是看到讲定看到伊兄弟姊妹无坐伫伊定坐迄个位吼，对，开始想讲，哪会无来？哪会安尼？是安怎许？吼，啊，然后去问的时阵伊都安怎吼？啊，大家拢了解吼。啊，若是讲你定无来，定就讲你无属伫你家己的位置，那久啊吼。你食啊坐遐，食啊坐食啊米伫壁甲鸡，食啊米哦，伫壁甲兄弟，我牧师毋是咧指责哦吼，免烦恼，因为什么伫壁甲恁较惊寒吼？伫墙角还有90度啦吼。好，冷笑话 ，OK。这直播又笑一下，哦所以但是我等于想这个问题，就是讲吼。哦，因为今日咱的即个讲道较短啦，吼，因为咱的庭数较济，所以牧师会讲较紧吼。但是伤紧，你著小甲牧师比一下讲，牧师较慢的吼，较慢的吼。哦，什么我加速啊吼，毋通困去哦。哦，所以就讲吼，若是伫教会找无你的位置，若刚刚伫天顶会找着你的位置。哎呀，牧师你若安尼啊？你若安尼啦？伫教会无咱的位置，我位置就是讲，咱定定伫教会来教会敬拜上帝，咱定定来亲近上帝。但是礼拜是无需要的，但是组织小组是无需要。为什么上帝爱设立小组？为什么上帝耶稣基督爱设立礼拜？就是因为伫礼拜当中，伫小组当中，咱会当训练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彼此相听。我错，那彼此相听都一定要去教会，伫小组当中才较合适，因为人甲人若是彼此同工的时阵，总是有摩擦嘛，总是有即个个性无共款的所在，总是有意见无共款的所在。啊，你若是伫厝里做 Good TV，
看 Good TV，你永远你就袂到有同工啊，你也无属灵的同伴，所以你永远你就袂冲突啊。但是你的性命会成长无？绝对袂成长。你厝里，伫厝里，啊！你讲家己一个人咧灵修，家己伫厝里，家己来唱圣歌、唱圣诗、敬拜、学祷，你性命袂进步。虽然你甲上帝有较亲密的关系，总是上帝毋是爱咱家己一个人，秘伫咧旷野当中，秘伫咧房间当中。上帝爱咱是啥物？有温度基督徒会咱行出去。所以为什物咱都爱去报佳音？咱为什物伫圣诞节暗暝，昨昏转去的时阵，哇，看到真侪教会来报佳音的时阵，哇，真欢喜。我徛过的时阵，都拢哇，大家泡酒好，哇，看到遮侪教会兄弟出来，就是温度啊，这就是上帝教会温度，上帝天父上帝温度，上帝咱即个基督教的温度啊。所以耶稣基督今日所看的这经文。哎呀，牧师也无看到温度，其实伫真侪细所在，咱看到温度。即个第一届天赛，即个各样的来报佳音的时阵，阳光照伫旷野当中，敢讲迄毋是温度，绝对有温度的啊，毋是大光尔，迄绝对有温度的嘛。亲像咱即个色泽吼较温暖的时阵，绝对比白光较有温度，对无？所以就讲咱伫天赛报好消息。传播福音、报佳音，或者个各样的时阵，伫旷野有温度；一个搁寒、搁危险、搁黑暗的所在有温度啊。一个囡仔，这个婴仔用这个布甲包的有温度啊。约瑟甲铺有温度啊。地马条内面有温度啊。即个各样的紧大家紧来看，迄个咱所期待所。足久，即个基督，弥赛啊！大家伫即个所在看的时阵，欢喜唱歌、学乐的时阵有温度啊！迄个温度，毋单是讲咱所看到即个环境的温度，是咱心内的温度，是咱即个欢喜的温度，敢毋是？所以各位兄弟，咱去传福音，还是报佳音的时阵，咱所讲的幸福小组，攻心为上，使人感到幸福，迄都是一种的温度啊！讲脑是冷冰冰的，是知识的，是有属于知识的，属于知识的，迄嘛真好。总是咱过去用足侪时间咧人讲道理、听道理、讲道理、听道理，总是遮个人愈听性命疑问愈侪，因为无法度感受到嘛。所以咱嘛是讲要讲介绍即杯咖啡吼真好啉，咱就是爱泡一杯啊，请伊啉。咱要甲介绍讲即杯咖啡吼足好啉。咱就泡一杯来请伊啉。早前戴牧师真爱磨咖啡吼，伊就爱啉好的咖啡。啊，伊啉咖，我嘛就爱啉咖啡。我一工爱3-4杯，但是我啉咖啡的文化甲伊的文化是无共款。伊是慢慢磨，然后哇，伊泡出来咖啡拢足香的。然后伊看到我的咖啡拢是，毋是迄个吉隆的爱多美迄一块，哭来哭啉了，啊无就是迄个或者。绿挂，对，谁那么了解我？你要送我是不是？要不然叫绿挂式咖啡，大家拢知影有两个耳仔。哦，我就拢啉迄种的。有一摆吼，我就为着要证明讲，其实我泡的迄个爱多美迄吉隆式咖啡嘛，最好啉的。我就吼，加了磨，然后倒烧水，拉的。这无输，即我早前早起来磨的咖啡，你啉看觅啊？偏咯，真乃是无。迄常常咧啉咖啡的人，伊偏咯，真的是无的，咧吉隆的。哦，就是讲，伊常常，咱也是常常伫浸伫这温度当中，浸伫这好的这个文化当中，浸伫一个温暖的情境当中的时阵，咱生命都无共款。你会当分别讲，啥物是好，啥物是歹，啥物是上好，啥物是无好。咱伫温暖当中，啥物方式会当互囡仔做好，就是伊伫听的当中，伊伫怀抱当中，伊伫安全感当中，伊较会成长啊。所以伫即个艾利克森即个发展心理学，即个心理学家伊就讲，无啥物款的好的囡仔的教材，也无啥物好的即个儿童造就天才儿童的即款教材。上好的教材就是爸爸妈妈会所讲所行，甲互因的安全感。就是甲抱安尼啊，所以第一届即个美国开放中，互即个黑人去到白人的学校去上课，一个小女生，黑人的小女生去上课的时阵，
哇，伊伫出家门，记者都一直用就歹听的话甲问，讲你去，你敢袂感觉家己足奇怪？你去学校，你敢听有？啊，老娘听无要安怎？你敢听有英文？你敢听有？就用真歹听的话甲问，了去上课的时阵，吼，遮个同学、遮个老师对伊嘛真无客气。一直到伊下课转去到厝里的时阵哦，吼，迄记者嘛咧甲问，嘛用真歹听甲问，真歹听的话语咧甲侮辱。叫我转去的时阵，伊看到妈妈，伊就紧走去妈妈遐，妈妈甲抱的，讲我已经备办了好的牛奶甲即个 cake 吼，迄个饼干，互你。啊，然后记者入去伊厝里讲，为虾米问讲小朋友你会惊无？会啊，我会惊，我就惊，我足艰苦，实在足艰苦。啊，为虾米你阁会当坚持去上课？讲因为阮妈妈甲我讲，若是我倒来的时阵，伊会互我即个牛奶、小的牛奶加 cake 饼干，阁互我一个拥抱安尼。所以伊会当勇敢，因为这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阵，伊接受到玛利亚的拥抱、抱的约瑟。我想伫耶稣基督12岁进前，伊甲约瑟、甲玛利亚伊的关系一定真好。伊定定是伫拥抱当中，伫安全感当中，伫听的当中来成长。所以刘德华有演帮我放一下 PPT 的，哦，这个片大家有看过无？毋捌，哦，就是刘德华吼，我最爱看刘德华吼，因为我人讲我甲伊生得足像的吼，所以。好，所以吼，比如讲何秋华啦，所以伊吼这是无片酬演出哈，师姑吼，伊讲因为伊的囡仔真细汉的时阵就无去啊，互拐走去，啊结果伊就骑一个奥多摆，哦全国哦一规个中国去找，伫14亿个人口当中去找一个伊的囡仔，伊的囝，哦一直咧找，一直咧找，伊无放弃，所以伫旅程的当中，拄着一个真互人伤心的代志，但是嘛拄着真侪心内真温暖的代志，拄着心内真温暖的代志，所以伊拢会甲藏伫一个铺仔内，写伫铺仔当中。有人借伊200块，有人免费帮伊修理车，有人做啥物，伊无放弃，因为着要找着伊的囡仔。总是咱看台湾一档下一页。咱台湾一档这个失踪儿少每年是6000人啊。以前细汉时候，我上惊看到这个相片，下一页。我有看过着无？我看到这相片，我定定咧想讲，我较大声，歹势。我看到这个相片，就定定咧想讲，这个囡仔到底走去什么所在？伫我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伫我迄个年代，就是陆政绑架的迄个年代，大家有记伫无？对啊，陆政。所以阮迄时去上课、下课的时阵，拢足惊的。上课、下课拢足惊的，哦，拢足小心的。叫有一天，阮妈就讲：“你毋免惊啦，惊到来要怎？恁兜送甲鬼看到拢会惊，无人会甲你绑架。”哦，我讲安尼嘛是有道理哦，安尼嘛是有道理。所以讲，你看，我相信遮个爸爸妈妈绝对无放弃找遮囡仔。无论过几冬，完全拢是有望，遮囡仔会当转去厝里。因为遐这天父心就是安尼啊，就是望咱会当搁一摆转来到伊的厝里，望咱遮会当伫厝里，遮兄弟会当出去，将还未转来厝里的遮兄弟会当带来，带转来天父上帝的边啊。伫昨阮有去，我甲牧师你去病院报佳音，去的时阵。其实是因为受到病院的管制问题，所以无法度伤侪人去。但是伫去的时阵，我嘛是惊惊。哦，所有的人伫病房当中，有的咧困，有的身体无爽快，有的人身躯差真侪讲，毋知要安怎。但是去的时阵，你去的时阵，安静，我就穿圣诞老公公的衫。我做圣诞老公公就浑然天成啊。啊，就拢免煮迄个棉花就有啊吼，啊，所以就讲你去的时阵，有人咧困，有人身体咧艰苦的时阵，你去我安静
放汤啊放伫边仔讲，祝你平安，圣诞快乐。上帝听你的时阵，所有的人拢有笑容，所有的人拢有欢喜，所有的人伫迄个时阵伫身体、肉体病痛当中，会当得到一点点啊温暖。然后，阮阁去即个拄好去即个病房拄着小朋友咧注射，哭真大声，紧去做这个，我就是圣诞老公公，伊看到我笑，然后我就汤啊放伫边啊，但是无偌久伊阁哭，因为迄个疼真正是注射真恐怖安尼。另外，这伫痛苦当中，伫人的肉体病痛当中，伫苦难当中，咱也是会当，互人的心会当小休喘一下，咱会当去报佳音，互人伫艰苦当中小休喘一下，会当感受咱的温暖。伫一个即个无五忙当中，咱将耶稣基督降生的即个大好欢喜的好消息，报互人知的时阵，这是有温度的圣诞节。天父上帝毋万咱伫教会有一个位置，伊也毋万咱伫天顶有一个属于你家己的位置，互咱伫即个所在住一的时阵有温暖，也将这个温暖带到咱教会以外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过即个有温度的圣诞节，会当做伙领受天父上帝你的疼痛、恩典，甲对你遐来即款的满满的即款的祝福。愿主你搁一届来帮助阮，愿伫教会当中有温暖，彼此相听。我也将这个温暖来带到社区以外。愿主你来怜悯、看顾、引带，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接续咱的依然是圣诞赞美，请教会圣歌队。
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囝仔属地教会陪产的来参加受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基督囝仔对囝仔规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恁囝仔着无担重的人来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绝对袂枵；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干。就近我的人，我绝对无气杀伊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感恩三界地地。所听的兄弟，请注意来听耶稣基督说的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是对主受硬捌传互恁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互咱每迄面有摕饼接下来爬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捧起杯，安尼讲。这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今仔啉的时阵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，因为我逐摆食这个饼，因这个杯是表明做死，直到搁再来。第二个，请看主恩典的行动，伫耶稣基督受卖迄面，伊摕起饼来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咱着行安尼，为着来纪念伊。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来拍破，咱就行安尼，为着来纪念伊。咱三界基督，主上帝照你的命令，愿bài寫这个名下，也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，愿谦卑求你切显信心来信别阮，也信别这摆列伫你面头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。愿接受这个，也对神，伫你的身躯甲保护。对伫你的恩典甲帮助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当中，通荣光你的名，靠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这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，为着来纪念我，请长老来服侍。所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行安尼为着来纪念伊，咱大家来了修。
接了也捧起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永远会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呢，为着来纪念我。咱请长老来服侍。这个杯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宝血所设立的，恁着行安尼，为着来纪念伊，咱三甲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，咱三甲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设立饼甲杯，清去阮的罪，也透过饼甲杯，搁一摆提醒阮，是受你重价所赎回的百姓。愿你伫圣诞节的时阵，温暖阮的心，也将这个温暖甲属伫天的疼，传到阮的家庭、阮的工作、甲阮的社区当中。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这是咱来收圣餐的奉献。请起立。
再甲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做伙领受你遐来的恩典，也愿意奉献淡薄的阮的金钱甲恩赐财物，伫你的面头前，愿你来所用。愿主你来使用阮所奉献的一切，互你欢喜。祈祷可以说祈祷信尊名。阿门。咱犹原徛伫祝福差遣391首。咱请潘牧师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听从、圣神的感动甲包陪，愿天父上帝温暖、温度、听从充满伫恁。愿上帝所赐出平安、健康、甲福气，充满伫所有兄弟生命当中，对他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愿大家圣诞有平安，有喜乐。